洗禮弟兄姊妹留意啦嚇，請聽我嚟到去同大家立呢個嘅洗禮嘅願嚇。今日呢，你哋既然喺會眾面前願意接受洗禮、堅信禮同埋轉會禮，作為你哋相信基督、歸服上帝嘅明證，就當喺眾人面前呢講明你哋對上帝嘅誓願。我會先問呢，你哋承認上帝係你哋嘅天父，耶穌係你哋嘅救主，聖靈係你哋嘅保惠師，而信仰歸服呢三位一體嘅真神嗎？OK， 你哋係咪願意將自己獻予耶穌基督，認佢為救主，又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，又愛人如己嗎？你哋係咪願意將自己按照上帝喺新舊兩約聖經所交託你哋嘅真理，竭力保守並宣揚嗎？你哋係咪願意經常嘅讀經、默想、祈禱嘅功夫嚟到親近上帝嗎？好，最後你哋係咪願意盡教友嘅責任，參與聚會、關心肢體、奉獻金錢才幹，同心建立教會嘛？佢哋都好清楚喺會眾面前表達佢哋嘅意願。現在呢，我哋就會分開嚟到去呢洗禮。盡量請大家面向我。OK， 好啦。咁我哋請正副主席商禮嚟到台前。我先請周潔英、李哲華、黎煥儀同埋李少清姊妹。你對面，你喺嗰邊，你嗰邊，係啦。OK。我哋洗完禮之後呢，咁咧，我哋就會將一本聖經，咁我堂會副主席會送俾大家，作為大家生活上嘅糧食。亦都係作為大家提醒大家你哋一切行為嘅準則。好，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為到周潔英嚟到去施行水禮。願上帝祝福你，願上帝喜悅你，關心別人嘅侍奉，使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，你為到李哲華弟兄施行水禮。願上帝賜你有足夠信心，面對任何逆境，讓你嘅見證都成為別人嘅激勵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嚟為到黎煥儀姊妹施行水禮。願你成為你嘅丈夫同你嘅兒女嘅祝福，讓我哋一生都以你為佢哋嗰個榜樣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為到李少清姊妹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使用你嘅見證，使用你過去嘅經驗，成為別人嘅祝福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為到郭慧玲姊妹嚟到施行水禮。願上帝喜悅你嘅侍奉，願上帝使用你，直到見主面。阿門。
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，為到溫慶強弟兄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使你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標杆直跑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，為你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俾足夠嘅生命力你嚟到走前面新嘅一頁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，為到朱建能弟兄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使你從今日開始走你人生嘅新嘅一頁。願上帝常常與你同在。阿門。我哋開始。現在我哋為到呢一班年長嘅弟兄姊妹施行水禮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嚟到為到黃桂珍姊妹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保守你嘅健康同埋你嘅信心，與日俱長，直到見主面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嚟為到方學雲弟兄施行水禮。願上帝堅固你嘅信心，使到你成為別人嗰個嘅榜樣。當人見到你嘅時候，就見到上帝嘅恩典同埋能力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，為到歐長雄弟兄施行水禮。願上帝賜俾你有加勒嘅信心，讓你成為你嘅兒孫嘅祝福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嚟到為到黃友姊妹施行水禮。願上帝堅固你嘅信心，亦都使你成為兒孫嘅祝福。阿門。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為到李傳鳳姊妹嚟到施行水禮。願上帝保守你嘅健康，要保守你嘅心靈，願聖靈常與你同在。阿門。